咱再来看4月初3大地震了后，花莲的订房率剩无到1成。花莲县议员是要求县政府应该主动来体检这饭店、旅馆的建筑物敢有安全的疑虑，让游客敢放心来花莲观光哦，住甲嘛较安全。 这是花莲市区当日徛的那天热池饭店，工程按算到6月30才会结束。不过，其实附近的店头甲饭店也无法度做生意。地震了后已经1个多月啊，消费者恐惊对花莲的部分饭店结果无信心。观光客明显的信心不足。那如何让这些旅宿业的能够提出一些让观光客安心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把饭店来做相关体检。官府强调，目前也在清点辖区内旅馆业建筑损失的状况。不过，代志牵连到私人财产无法度强制，希望透过补助办法来吸引业者配合。很多都建议是希望能够中央是不是可以专案来协助这些旅馆或饭店业者来做一个耐震评估。 好，那也能够补助了，好，让他们知道说这个饭店的状况，哦，可以做进一步的修缮跟补强。花莲目前受到地震影响，地区受损严重的饭店到底有偌济？目前县府也无资料，因为这个旅馆业其实无法度像邻家厝同款得到补助，因此参与评估的意愿无悬。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是希望在推动这些耐震的详细评估以及建筑物的建物补强的时候呢，从 地方到中央都可以给予我们，比如说经费上面的支援，或者是一些技术上面协助的支援。部分业者是私底下表示，若准旅馆业唔重视家己建筑的结构，敢有安全的问题，是要安怎让消费者有意愿来遮住？非常希望有专业的评估认证，让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综合报道。